学瑶语，宁波的别很多的风，他们的舌头，宁波的别很多的风，刚娃多面果面浓醉更平安的话，讲平安的话，平安的话，吧，可是呢，吧就是而且可是的意思，吧没有完，不吧就是没有完。宁波的后，宁波，你的后，大在把注意，害。宁波那边他们的舌头很多的风，像毒的箭，这个死呢就是箭，死就是箭，弓箭的箭，他们的舌头像毒箭，这个死就是箭，因为它这个夫这个音是个古音，它是个古音。刚娃多面讲话骗人，这个都就是骗的意思。我逗你的。果面弄嘴刚平安的话，个人用嘴讲平安的话，口里讲的都是好话。把宁波的后，他们的心，大在海，把主意害。就是他们的口里讲的蛮好，心里呢就像海人的注意，就是口里喊哥哥，手里抄家伙，就是这样的，知道吗？就是口嘴巴，宁波呢别很多的风，跟话多面。果面浓最刚平安的话，把你的后大在海，就是口里讲平安的话，这个心里打主意害人，就是口里喊哥哥，手里抄家伙，就是这样的。这个风就是个死，就是剑，就是剑。这个谣语很简单，但是呢，他们学不会。这里面有古音古字，他们不会，真的不会，学不会，根本就没有，不允许学，因为没有书，什么都没有，是不允许的。你这个谣语，你还挑战汉语吧？别汉字用的字，你怎么能用汉字呢？他说我不属于汉语，你说人要吃羊，他说羊你去年骂了我的，但是羊说我去年没生出来，羊他不要理由，他直接把羊吃掉。这个谣语它完全是汉字，它是属于楚国语，不属于汉语，不属于周朝语，所以它们不相干。汉语是学不会谣语的，谣语它是很宝贵的。谣语它可能有几个孙子，有几个儿子，那个孙子呢就是广东话、客家话什么的，
都是他们的孙儿孙子，好吧？他们不属于汉语的，是不属于汉语的。汉语说，哎，他是我们古汉语呢，他是不是呢？